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最近网上有个梗啊，说今天有个女孩发信息给我说這是她成年以來最好的夏天。這一年她找到了工作，把所有的工資都扔進了股市，賺了5年的薪水，機票到處打折，隨便飛個海島游泳，只要攢1周的薪水就夠。前天在首爾走路，大街上忽然有人停下手頭的事，擁抱在一起歡呼。他說很開心，有種人類黃金時代的錯覺。這就是最近在網上比較火的一個梗啊，就是最好的夏天。但是歡樂總是短暫的，即便有最好的夏天，也是稍縱即逝，甚至根本它就是個幻覺，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7月20號，路透社報道了一個韓國大學生的故事。那這個故事大概就跟這個梗的下半部分完全吻合。我們來一起看一看24歲的李成浩在服兵役期間攢下了2000萬韓元，然後他放了5倍槓桿投入股市，一度把賬戶資產做到了接近3億韓元。然後幾週內市場的劇烈波動就引發了券商的強制平倉，不僅全部利潤清零，還賠掉了自己的本金，也就是咱們說的褲衩子都賠飛了。他表示自己無法呼吸，但並不因此就離開市場，就是還是執迷不悟而是打算等重新積累足夠的本金後再加槓桿重來。對他而言，首爾一套公寓的平均價格約等於自己14年的工資，而5倍槓桿的效率至少看起來可以把14年壓縮得更短。這種對吧，單一方向的敘事不考慮失敗，只考慮成功，確實是這樣。但是事情往往會向相反方向發展。這個年輕人的賬戶幾乎濃縮了韓國股市從成年以來最好的夏天到30名韓國成年人中有1人收到追保通知的轉折。這個夏天本來是成年以來最好的夏天，就是剛才那個梗現在是每30個韓國成年人就有1個人現在收到了追加保證金，平倉，強制平倉，也就是褲衩子都賠飛了。2020年前半年，韓國綜合股價指數一度上漲超過1倍，成為全球最靚的仔，全球表現最好的主要股指。而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士分享 AI 存儲週期的巨額利潤，也吸引了韓國人把積蓄和貸款押進市場。為了把更多賭資留在國內，韓國各大資產管理公司還在5月下旬火速給 FOMO 中的韓國人上線了本土版的2倍做多三星、2倍做多 SK 海力士的個股槓桿 ETF。然而Kospi 卻在6月19日創下歷史新高之後，進入了上竄下跳的猴市，也就是1個月前截至7月21日，過去短短22個交易日裡，韓國股市一共觸發了13次盤中暫停交易和4次市場熔斷，在強平與抄底之間數次折返後，Kospi 在1個月的時間裡跌走了25%。波動率升至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罕見水平，真正的成了猴市，而且這個猴市能量還不小，上竄下跳，每天不是熔斷漲停就是熔斷跌停。高盛測算的數據顯示說截至7月13日，韓國市場上超過120萬個散戶的槓桿信用賬戶已觸發追加保證金通知，約32萬個至36萬個賬戶已被券商強制平倉。產業基本面尚未發生轉向，有的股民卻已經出走半個月，歸來已經清零。槓桿似乎是理解一切的關鍵詞，加槓桿時的狂熱有多麼烈火噴油，去槓桿時恐慌就有多麼的雪上加霜。實際上前幾天在印度大家刷這個社交媒體的時候應該能刷到
前幾天在印度經常刷到啊，有人就站在高楼上面，莫名其妙啊，很多恐怕就是上一周啊，由于这个接二连三的打擊啊，印度很多股民也受不了啊，很多人想不開就是強制平倉啊，所以上周末啊，這印度方面緊急召開各種會議啊，救市玩大了，現在很難收場啊。7月16號，伴隨着韓國央行對通脹的擔憂，將基準利率從 2.5% 加息至 2.75%。同一日，監管部門緊急叫停新的單股槓桿 ETF， 並將散戶參入這類產品的最低資金門檻從1000萬韓元提高到了3000萬韓元。降溫的組合拳下，監管或許並不喜歡像90年代的日本那樣直接刺破投機的狂熱，但他們同樣相信自己有責任決定什麼樣的繁榮值得繼續，拿什麼把錢留住。拿 AI 去槓桿成為7月以來市場的關鍵詞之前，首先得先把槓桿加上去。要說謹慎，沒有哪國的金融監管會對槓桿不警惕，但5月底的韓國市場有一個更緊迫的現實矛盾。這一輪存儲超級週期，兩家韓國巨頭創造了令特朗普都垂涎三尺的利潤。如果自己沒有本土槓桿產品，就攔不住韓國人去海外加槓桿。但是這個印度人家就很好的解決了啊，直接的吧，把這個通道給你關閉，7個部門聯合發文，你這都是非法。那印度的金融消費者想參入外村的這種賭博，他就參與不了了，對吧？這比較簡單。但是韓國人呢，他不行。所以我一直說韓國人啊，應該學習，多學習啊。那韓國人他採取的辦法就是，如其讓你啊到美國到別的國家去參與那種3倍、5倍槓桿的產品，不如自己發，對吧？自己玩。所以說啊，如果自己沒有本土槓桿產品，就攔不住韓國人去海外加槓桿。美國和香港市場早已擁有各種單股槓桿 ETF， 韓國投資者可以輕輕鬆鬆通過本土券商的手機軟件購買2倍做多特斯拉、英偉達的產品，也可以買入在香港上市的2倍三星或海力士。對於韓國投資者而言，這只是交易地點、交易費用不同，在絕對的漲幅面前，這些都是小數點後面可以忽略不計的麻煩。但對韓國政府而言，卻意味着資金交易量和管理費向海外流出，同時增加韓元貶值的壓力。4月28日，韓國倉促修改了槓桿型產品的規則。此前，韓國 ETF 必須至少投資10項資產，單項權重不得超過 30%， 無法發行只追蹤一家公司的基金。新規則取消了這一障礙，允許本土市場發行藍籌股單股 ETF， 最大風險敞口可以達到標的股票的2倍。實際上啊，你不推出這種玩法，那韓國的金融消費者就跑到香港，對吧？跑到美國去玩了，因為人家那兒有2倍、3倍做多 SK 海力士的。1個月後，韓國本土市場就上市了16隻針對三星或海力士的2倍槓桿產品。在警惕槓桿如擔憂外匯的兩害相權裡，擰巴的韓國監管額外為這類槓桿產品設定了頗具經典東亞做題家風情的合格投資者認定門檻。要購買單股槓桿 ETF， 賬戶裡必須保有至少1000萬韓元之外，投資者必須額外參加2小時強化課程，學習負向複利、溢折價和槓桿風險，就是學投資者教育啊。就是你進賭場之前，你先到小房間去，先對吧？先教訓你半小時，學習對吧？考試通過了，你再進賭場。這些對賭客來說啊，都不叫事。既然來賭，對不對？但做題怎麼能攔得住天空之城的投資者呢？有如大批散戶同時湧入韓國金融投資協會的網站參加培訓，培訓人太多了啊，一度導致網站癱瘓。短短幾天後，就有35萬韓國股民完成了課程培訓啊，第一批韭菜就這麼成了啊，他們是第一批被清倉的人啊。
如果早知道他們會被清倉，你說他們還會去打破腦袋去參加培訓嗎？天下沒有後悔藥啊！產品上市3天，16只基金累計成交額就達到了28萬億韓元，是同期淨資產的5.5倍。3周以後啊，僅正向產品規模已超過14萬億韓元。按照高盛的統計，6月22日，韓國境內和境外追蹤三星、海力士的槓桿 ETF 合計資產規模達到了530億美元的峰值。在同一天召開的發布會上，韓國金融監督管理院的院長李燦正親口表示，我們匆忙準備推出單只槓桿 ETF， 這是為了解決匯率飆升的問題，也是為了讓那些專注於在香港上市的槓桿 ETF 的投資資金回流，但事後看來似乎收效甚微，反而產生了副作用。然而直到7月16日，這批槓桿 ETF 規模在不到1個月的時間裡縮水近一半，回落到280億美元。槓桿體系開始自我清算的時候，韓國監管部門才正式關上了新產品的入口。韓國流行一個詞叫晴天霹靂式貧困，指的是房價和股價迅速上漲後，沒有持有資產的人突然發現自己的勞動收入雖沒有下降，與資產擁有者之間的距離卻在一夜之間拉大，這就相當於被動貶值，對吧？你沒有參與紅綠市場，你也沒有買房子，你擁有現金，但是由於房子和紅綠市场暴漲，你雖然收入沒有下降，對吧？你的銀行存款也沒變，但是你感覺，對吧？你已經落伍了，你與別人這個距離一夜之間拉大，是這種感覺啊。但是啊，這個是一種幻覺啊，因為這些所謂的股市啊，或者是房子這種資產，它是彈性的啊，彈起來似乎也是不可思議，但是啊，它終要回到真實的價值，回歸真實價值，那就是海水退去，誰在裸泳？當三星和海力士成為超級存儲周期裡東半球夜空中最亮的星，這種情緒再次出現，他們提供了一個幾乎無可辯駁的產業故事。於是韓國市場發生的事情並不是人們相信了一個虛假的產業故事，而是一個真實的浪潮，讓越來越多人相信自己不應該錯過。韓國這些人有什麼錯嗎？他沒有啊，因為他們炒的這個 SK 海力士、三星，現在看，对吧？就是它價格最高的時候，它市盈率也才10倍，標標準準的，令人羨慕的一只績優股，一只，對吧？白馬股，這只股票要擱在印度，那恐怕還得炒翻天啊！這麼好的股票，但是啊，不好意思是吧？在資本市場，漲和跌實際上它是沒有規律的，所有的規律只不過是讓你更容易被割而已，為收割你割韭菜，它而搞出來這些規律，什麼漲啊跌啊，對吧？什麼 K 線啊這些東西，這一切啊都不過是培養你的慣性，讓你以為你找到規律了。實際上你唯一的規律啊，就是你錢到了一定地步，人家就把一割走了，然後再養一養啊，給這韭菜養養傷，給這韭菜續命，好，等到韭菜成長起來再割一把，就這樣循環往復，對吧？野菜割不盡，春風吹又生啊，這韭菜割不盡啊，春風吹又生啊。只是對一名在股價上漲2-3倍後才感到的人来說啊，遲到本身就會制造槓桿需求，對啊，你想，你從10塊啊漲到了30，這個過程你沒參與，你30進來的，那你怎麼樣跟你的朋友能縮小差距呢？你朋友是10塊進來的，对不對？那你只好加槓桿啊，你加了槓桿，你就，对吧？你就再往上漲到40的過程中，雖然只漲了10塊，但是你加了槓桿，你比你朋友賺得多得多。然後就是這種失落感啊，這種跟別人一比，感覺自己是吧差了好多的這種感覺就沒了。哎，你看我追上了，我通過槓桿，是不是這樣？說遲到本身就會制造槓桿需求，越晚相信的人越需要借錢補償已經錯過的漲幅，越擔心被時代拋下，
越希望用槓桿把財富自由壓縮在一次短跑衝刺裡。哎，這個確實是啊，有這個現象。這個文章說啊，責任又在華爾街，哎，這個跟咱們一樣啊。哎，出了事那就是美帝的陰謀啊，一切責任在美方。哎，韓國也是這樣，那是不是約定成俗啊？大家有問題都是美國背鍋是吧？一切責任在美方。所有槓桿行情都有同一個前提，只有接着奏樂才能接着舞。擁擠的宴會廳承受不起猛烈的撤退，那就是踩踏嘛，對吧？你想舉辦個活動，对吧？对，韓國自己就出現過這事啊。我記得有一年韓國那什麼地方是吧？那很慘吶，踩踏是吧？那你想正常理性人是不能接受這個的，這怎麼會踩踏呢？好好的，对不對？但是生活中就是這樣，所以說很多時候東西不是你想象的，对吧？你理性，你比如說資本市場也一樣，它沒有什麼真正的啊，沒有規律可循。你看莫名其妙的來個踩踏，莫名其妙啊。所以人本身啊，人類本身它底層裡面恐怕就是衝動的、恐懼、貪婪，莫名的恐懼，莫名的貪婪。文章說啊，最先離開的是外資。隨着存儲行情上漲，三星和海力士兩個股票市值不僅占了 KOSPI 指數的半壁江山，也帶動了他們在全球基金組合中的權重被動上升。許多外資配置盤並不需要強有力的邏輯來質疑 AI 產業的前景，只需要避免一個國家、一個行業和兩個股票在組合裡的集中度過高，就必須進行再平衡。2020年上半年，外資從韓國股票市場淨流出708億美元，僅6月份就淨流出約126億美元，到了7月中旬，累計撤資接近1100億美元。當然了，我要告訴大家，外資啊，不要迷信，因為外資到了咱們這兒，那不都得交學費嗎？對吧？是龍的盤着，是虎的臥着，你在我這兒撤資，你在我這兒什麼進來，你沒用。對吧？分分鐘叫你立馬做人，所以這一套啊，只有在韓國、日本管用，在咱們這兒外資你得老老實實的啊，先把學費交齊再說。學費交完了還不行，還得交補課費，對吧？補課費交完之後，拿它看情況。很多外資不信邪是吧？哎，雖然他在美西方那是所向披靡，甚至啊，他們到了非洲，動盪的非洲啊，非洲動不動就政變，是不是？他們在非洲都能賺錢。但是你到了我們這兒不好意思，对吧？先摸一摸自己的良心，你學費交沒交？交的夠不夠？補課費交沒交？交的夠不夠？所以那個貝萊德基金是吧，發出了感慨嘛，說買不完，根本買不完。我只是投資，沒想到他們要把公司賣給我。所以說啊，這個韓國市場還是嫩了一點啊。韓國人管理這個韓國的資本市場確實夠嗆啊，所以他就被外資拿捏嘛。你看啊。從 SK 海力士在美國市場發行的 ADR 的情況來看，外資撤離韓國市場也確實不意味着全球資金已經放棄存儲超級週期。7月 SK 海力士在納斯達克發行 ADR， 就是承托憑證啊，265億美元的募資額創下海外企業在美國本土市場的記錄，並獲得7倍認購。全球資金仍願意加碼這個存儲的稀缺，只是越來越傾向於在美元體系、紐約時區和更大的流動性裡買入同一家公司的股票，也就是韓國這資本市場這池子小了點，對吧？池子太小啊，廟太小，容不下大菩薩，小池子吧，小陰溝裡也容易翻船吶，就這意思啊。所以他情願把這個 SK 海力士給引進到啊華爾街資本，就是到美國的資本市場，在那兒發承托憑證，在那兒玩啊。外資賣出的動機可能只是獲利了結和組合管理，或是切換成美元來結算自己的投資。交易系統無法識別動機，無論基金經理心裡是否繼續看好存儲，落到韓國股市的盤口上都是冷冰冰的賣單。去槓桿行情的可怕就在於，這條鏈條一旦啟動，持續的下跌並不再需要新的壞消息，而是一種自我循環。外資賣出韓股，然後 KOSPI 下跌，
下跌呢就導致槓桿 ETF 被迫減倉，那麼減倉之後呢，就導致融資賬戶觸發追保追加保證金啊，追保導致券商強制平倉，那麼強制平倉就是賣出啊，那韓股再進一步下跌，這樣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恐怖螺旋吶。只要外資賣出速度超過新增槓桿資金的進入速度，抄底並不能終結去槓桿的陣痛，只會把強平線從一批賬戶傳染到另一批賬戶。這也解釋了這輪下跌中的反常一幕，這也解釋了周末啊，印度資本市場為啥要開會釋放好多好消息啊？又是印度的國企对吧，央企來接盤600億对吧？又是印度的这個監管部門開會打氣，知道為什麼嗎？就是在這個惡性循環開始之前，趕緊啊把它叫停，否則的話，那本周就是踩踏呀。但是啊，這些啊都沒用，為什麼沒用呢？因為剛才文章說了，只要流入進來的錢小於流出的錢，那必然就會發生踩踏。而流出的錢是誰呢？流出的錢就是大股東減持啊，人家含淚割了韭菜，人家不要去買那個30萬一平的房子嗎？2個億一套的，那含淚要去買呀，這叫流出的，對不對？你流入的錢如果低於這個錢，那它就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它就會觸發，對吧？叫惡性循環。因為對吧，印度的股票它也有融資盤吶，也是加了槓桿的，而且融資盤是創了新高啊。那麼7月7日，三星電子發布2季度業績預告，營收171萬億韓元，營業利潤89.4萬億韓元，相比去年同期，營收增長130%，營業利潤增長19倍，且利潤高於市場此前預期。你看啊，7月7號業績這麼好，而且超預期，照樣跌，是吧？所以說我說這個市場它不是那種說，哎，你盈利好，你股價就漲，不是那樣的，這是資本在割韭菜。但三星股價在業績預告發布當天下跌7%，你看看，超預期的利潤，超預期的業績，股價還下跌了7%，這就是在割韭菜啊！顯然，一份再好的財報並不能直接帶來短期流動性，也無法代替融資賬戶補充保證金，更無法改變槓桿 ETF 必須被動減倉的原則。在7月激烈上演的 AI 去槓桿行情裡，市場的核心矛盾已經不是 AI 是否繼續發展，而是還有誰能夠繼續買。基本面可以解釋一家企業最終為什麼能夠兌現價值，交易結構決定它在兌現價值之前可以先跌到什麼程度。基本面只能影響自願交易，投資者可以因為利潤增長決定買入，也可以因為估值便宜決定持有，但去槓桿則是被迫交易。券商風控模型和 ETF 再平衡機制不需要對產業做出判斷，在一個倉位極其擁擠、槓桿高度集中、增量資金開始退潮的市場裡，基本面並不需要真的變壞，就可以暫時失去定價權。所以說，影響資本市場的不光是業績只是一小部分，很多时候是情緒，還有什麼，對吧？還有這種規則的制定者、遊戲的制定者，賭場也一樣。這就是我一直說的韭菜想賺錢其實很難，非常難，對吧？你連美西方，對吧？日韓的資本市場你都賺不到錢，那你要到了這個更高級別的，是吧？更高階的這種胡適，那你只能是交學費啊，只能學習，終身學習，活到老學到老，學到老就交學費就交到老，沒毛病啊。因為你一直在學習嘛，对吧？終身學習那就終身付費。最後啊，說韓國社會學家張慶禮用壓縮現代性解釋韓國的發展經驗。在他的定義中，韓國在極短時間內完成了工業化、城市化、民主化和全球化。原本在其他國家經過幾代人逐步展開的制度與生活變化，被壓縮進幾十年。傳統家庭責任、現代市場競爭和全球資本主義同時存在，並不斷向個人施加壓力。從戰後貧困到工業強國，從鋼鐵巨人到存儲雙雄，
韓國企業用幾十年走過了许多國家100年產業道路，甚至連 SK 海力士的企業發展歷史本身也是一場劇烈的壓縮，是在瀕臨破產的豪賭裡搏出了存儲的良率與全球市占率。對啊， SK 海力士差點破產了，對不對？那韓國也是舉全國之力把它救活的啊。SK 海力士現在好了是吧？過上好日子了，但是它当年差點破產了。到了資本市場，這種壓縮又出現了一次，一個原本需要幾年驗證的 AI 產業週期被壓縮成幾個月的股價上漲，原本需要依靠職業儲蓄和代際積累完成的財富躍遷，被壓縮成一個證券賬戶幾個月幾倍槓桿的短期交易裡。這輪行情最殘暴、最迷亂的部分是，韓國人並不是借錢購買了一批沒有利潤的垃圾公司，對吧？這就是最大的這個悲哀啊！就是他買的這個三星集團、SK 海力士，那是剛剛的，对吧？那利潤是超預期啊，一樣的，對吧？褲衩子都賠掉了，割得血呼呲啦的。那你說印度那種市夢率3萬倍的，印度有個媒體也是官媒發了一篇文章，叫印度的科技股估值要合理化，大概這個意思啊。我看到標題，大概這個意思，在周末發的，結果連官媒發的這個都刪掉了啊。所以我們做這種胡適節目，你得晦澀難懂不能直說。人家說对吧？印度的科技股就是估值太高要回歸理性，這樣的話才能可持續發展資本上。但是連這樣的都不能發，因為上個周末非常的緊張危險。上個周末所有的這個自媒體只要說這個胡適不好的，統統發不了，限流不讓发。我有個節目是蛐那個任老師的任老師不是上一周不是怎麼着了嗎？對吧？結果那個節目我蛐任老師的那在視頻號上都发不出去，為啥？就是上周末就是非常緊張，很多人不知道，那是不是代表着是沒事了呢？錯，大錯特錯，恰恰說明風險在積累，而且這風險越來越大，對吧？村裡面都着急雷厲風行是吧？果斷的手段去救。那這一次成了，那下一次呢？還能救嗎？下一次呢？我們接着看他說剩下的問題似乎只有一個，本金太少，來得太晚。他說他們下注的是韓國最賺錢、最重要也最能代表 AI 時代國家競爭力的2家公司。借錢當然可以縮短等待時間，但也壓縮了犯錯的時間。沒有槓桿的人可以買錯以後繼續等待，使用槓桿的人即使最終看對，也可能在答案兌現以前先被市場清理出去。這就是任老師那個會員呢。任老師那是會员，好像星期四爆雷爆倉是吧？1000多萬沒了，褲衩子都賠飛了。好，第二周五又來一個暴跌是吧？好，周末一過，到了周一是不是暴漲11%啊？10%是吧？指數漲了10%嗎？但是那個爆倉的哥们兒，那可是回不來了，因為你清零了。这就是這個市場，對吧？有多少人呢受不了他割了老登股，進了這個硅基是吧？科技新貴，結果呢，在老登股裡面半年才賠20%，半年嗎？它陰跌，對不對？但是到了科技股硅基裡面，對吧？短短的幾天，40%就沒了。你如果不進去吧，你拿着老登股，那大家我特別能理解這種心態就是說，如果你就像那個建功爺叔一樣，他拿着老登股一直跌，他。對吧？這個時候他如果把老登股割了，再去那個漲了幾倍的科技新貴硅基，他是不甘心的，害怕，很少有人能做到對吧？擔心這邊我割了，那邊對吧？我一割這邊漲了，我一買那邊他就暴跌，他害怕他就忍，但是一直這麼漲，他受不了，因為老登股一直跌，後來實在扛不住了下定決心一刀割下去，把老登給割了，然後去買那個新貴，結果一買新貴沒多長時間新貴就真的回調，就是這麼巧，就是這麼蹭。有的人買了新貴漲了，
真的老登在跌，新貴在漲，他一買新貴果然漲了啊，這割對了，那怎麼辦呢？哎，一看不錯，本來是小買點，後來加倉，對吧？新貴賭對了，結果他一加倉，好了，人一回調，完了又一網打盡，都是這樣啊。所以你看，就沒幾個人真的能賺到錢，能把它轉化為利潤放到自己口袋，很少啊。這個你看啊，連人韓國啊這種業績超預期的 SK 海力士，對吧？三星集團都不行，扛不住。你再理直氣壯，對吧？你再有投資理念，你再堅定，最終啊，在这個情緒下，你也會深陷其中，最後就被清洗掉。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我一直主張啊，最好办法不參與，你或許能戰勝這個那些資本市場背後的骯髒，對吧？或許你僥倖，能夠參與裡面分一杯羹，但是你戰勝不了自己的貪欲和恐懼，叫貪婪和恐懼，對吧？你不僅要戰勝資本市場，你不僅要戰勝各路的鐮刀、各路神仙，從那個牙縫裡面，對吧？從刀口上舔血。空中接飛刀，你僥倖能夠接住啊，或者運氣好接住了，但是你也很難戰勝自己的這個貪欲和恐懼啊，這是人性的弱點啊。你能戰勝你的恐懼，那你很難戰勝你的貪欲；你戰勝貪欲，那你很難戰勝恐懼。韓國最好的夏天，並不是因為 AI 產業進入寒冬而降溫的。三星仍在賺錢，海力士還想給，對吧？存儲漲價，存儲週期也沒有因為這輪回調而結束。真正爆掉的是一種關於時間的想象，只要方向正確，就可以多借一點錢，把未來的財富提前搬到今天。那這就是一個美好想象。未來也許三星、SK 海力士股價可能還創新高，但是啊，在創新高的路上，那要一批又一批的人死掉，一批又一批的人褲衩子都賠掉。我們經常會聽到這樣的一個說法啊，說你看，茅台20塊錢你買了，你現在復盤價1萬多了，對不對？2萬漲了100倍、1000倍或者500倍。但是真的，如果時光倒流，20讓你買了，你真能拿得住嗎？你能一直拿到1000塊嗎？或者復盤價啊，它復盤價差不多1000。2萬了，或者是好幾萬都有，你真的拿得住嗎？實際上你拿不住啊。只有一種情況你能拿得住，就是你成了植物人。你看那個林園是吧？天天鼓吹。我跟你說啊，我在20多年前啊，我剛入胡適的時候，我打開電視就看見就是林園在那吹啊，吹茅台，那時候就是20塊錢，20多。林園天天吹，他自己也沒拿住啊，對吧？他拿住了嗎？他如果那個時候他一直拿着啊，他到現在他早就超過巴菲特了，對不對？他為什麼現在還在這苦的在這兒各種裝啊？實際上他那個管理的那些私募是吧，都是賠着褲衩子都賠飛了啊，回撤大面積回撤，大幅度的回撤。他如果真的拿着，他那個時候就說他多少億的啊，茅台，他如果真的一直按照自己吹的拿着，那現在他不早就超過那个巴菲特了吗？為什麼沒有超過呢？說明他也拿不住，他就天天吹，他都拿不住。所以說不要有這個想法啊，覺得哎呀，你看我買比特幣也是的啊，比特幣當時幾塊錢幾美元，買的人多了，有哪幾個人是說一天天看着它波動，完了是現在一直到13萬美金在走的呢？沒有人啊，受不了，對吧？除非這個人是後來一下成植物人了，後來在13萬美金的時候他突然醒了，對不對？一看又暈過去了，太激動太興奮了是吧？腦梗了，要不就心梗徹底過去了。所以咱們說啊，這個是很多時候它是挑戰你的人性的弱點。所以說你要想做這個事情，你首先你要搞定資本市場裡面的那些骯髒，對吧？那是各路神仙來割你韭菜，各種，即便你啊，對吧？過5關斬6將，你運氣好，你還要戰勝自己的貪欲、貪婪和恐懼。今天資本市場啊，那妥妥的再一次教育了美股和日韓股市，對吧？咱們名正言順啊，名副其實是壓艙石。
再次充分體現了压餐石啊。首先你看这個日本、韓國股市，韓國股市是高開呀，它跳空啊，4.5%，這個Kospi啊，開盤咣當給你來個4.5%，然後一路上揚，又是這個向上熔斷。那日本股市也是啊，來個高開，結果收盤呢？收盤日本股市還跌了啊，韓國股市是漲了，微漲啊，0.5%、0.6%，高開低走，這又套死多少人呢？套在旗杆上啊，它最高的時候漲了6%、7%，指數啊，收盤只漲了0.6%。日經指數呢，收盤還跌了，你說说吧。那美股更是的吧？这昨天晚上走的那更是一塌糊涂。你反過來看咱們資本市場，咱們這個資本市場那簡直，你看啊，多穩，主打一個穩，對吧？截至收盤，上證指數漲0.07%，穩吧？主要是穩啊，沒有像韓國股市上竄下跳，那麼從最高漲7個點到收盤只漲0.7%。深圳成指，對吧？微跌1.48%，那不昨天漲多了嗎？今天回調多正常啊。創業板指數，對吧？微跌3.23%，那昨天漲了多少啊？昨天漲了7%是吧？那回調一半是吧？這個太正常了啊。科創綜指微跌2.25%，對吧？科創50微跌2.26%，昨天漲10幾，對不對？今天回調2.26%，這不是天經地義的嗎？一切啊，盡在掌握，凸顯咱們這資本市場那是高質量發展，向好向新，對吧？這個基本面沒有變化，一切盡在掌握之中，並且今天主力啊，技術繼續啊倒車接人，主力很辛苦啊，一方面把指數穩住，這不能像韓國股市那樣亂竄啊，看着讓人煩，把指數穩住，同時還要倒車接人，這個是高超的技術啊。指數沒怎麼動啊，你看啊，今天1530家股票是上漲的，為我們的金融消費者帶來了这個，對吧？實打實的這利潤呢，讓我們消費者這個賬戶啊又多了起來，鼓了起來。同時派出了3876隻，對吧？回來倒車接人，這個技術是很厲害的啊。這個美國啊、日韓他怎麼學也學不會，就是怎麼樣把這個指數穩住的同時，派更多的人、更多的股票回來接人。這是一次主動的啊回撤，因為就對昨天啊，因為昨天這一拳打得太猛了啊，對吧？收回來，夯實一下基礎，明天再打。日韓市場他哪懂這些啊？我們這叫進退有餘，對吧？游刃有餘，從從容容，一切盡在掌握。只要咱們的資本市場啊一切正常，穩如泰山，那麼美國、日韓的這些金融消費者，他們心裡就吃了個定心丸，他們就不害怕、不慌了啊。所以說，胡锡進老師他就會說啊，美國的投資者為什麼不慌？日韓投資者為什麼不慌？那是因為他們看了胡適啊，所以他們不慌。總之啊，千言萬語啊，化為一句話，就是接着舞，接着奏樂，接着舞啊，對吧？直到褲衩子飛起的時候。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點讚、評論，謝謝大家。